讲到受伤吼，之前阮阿公是真诶受伤啊，就有去病院帮针，什么？房间？大医，关于对不愿意。第一名，即将，小等，什么？天将，体浆，哦，是讲有空嘴，体浆，你若爱空嘴啊，足大空诶，爱唱歌。无细语空嘴咯，替你好，啊，听较坏哦，空嘴体针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继续。去跋倒就去病院天将。啊，最近我就带伊等伊回诊啊，伊坐落来，护士讲长得不错哦。啊，阮阿公就讲，呵，无啦，无真年倒啊。护士讲，阿公，我讲胸口啊。空嘴吗？空嘴咯，替你好。医生就教阮阿公讲，我开这消炎的药啊，互你食，啊，你食，等去食一个礼拜，啊，食饭了后食，阮就回去啊嘛。过了2个礼拜了后，迄医生就问讲，我毋是开一个礼拜的药啊，你哪会食2个礼拜？阮阿公就讲，你毋是讲食饭了后食，我有时阵食面啊，食米粉啊。